喺右手邊拉細管立體出嚟，右上角撳實體，揀紅色，將佢嘅半徑設定為20毫米。半徑係指圓形嘅邊同埋圓心之間嘅距離，長厚度係4毫米，長厚度係呢條邊嘅厚度，則設定為64毫米。斜切係2，斜切線段係10，跟住撳一撳個立體，將高度設定為5，闊度同埋深度設定為40，然後揀呢一個立體，喺上面揀複製並重複，複製另一個細管立體，將半徑改做17，喺右上角撳實體，揀白色，然後將高度設定為比出面個環高0.25，即係5.25，然後再撳左上角複製並重複，複製呢個環形，將半徑設定為13，撳實體，將顏色轉為紅色，將高度再加0.25，即係5.5，喺右邊拉個圓柱出嚟，將側、斜切同埋線段分別設定為64、2同埋10，然後將佢設定為藍色，移去中間嘅位置，高度設定為6，揀圓柱，撳住 Shift 鍵撳右下角白色點，向左上角拉，令到佢縮細去到啱啱填滿中間嘅空間。